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特殊的奇景，这个天空一直咧死呐，持续得要2点钟，但是奇怪都敢若死呐，无弹雷公。这是昨日暗发生伫花莲的景象，有真侪在地人拢讲，这是因这世人第一届看到。气象局来解说，讲因为最近天气较热，空气中充满着水汽，而且对流旺盛，才一直死呐，无弹雷公。闪电没有雷鸣，这个异象已经持续了很久了。真罕到会当一直看到死呐，民众摕手机啊哪看哪翕。花莲外海23号暗时出现一大片死呐，半暝一直有死呐的光芒真无四常。发现天空无限闪电。一直出现死呐，却无听到弹雷公的声音。这种奇怪天气现象维持要2点钟，民众讲这世人头一摆看到这种景象。如果它是下在室内，会变成灾区。还好它下在海外。出现一大片死呐，毋但花莲22号暗时，绿岛嘛民众翕到暗时一直有紫色的死呐，连死呐路径嘛看甲真清楚。哦，夭寿！最近是安怎一直出现死呐？气象局嘛出面来说明。水汽多的时候啊，就可能有很旺盛的上下对流的一个情形，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些闪电，然后打雷。很远的时候啊，你声音就会消散掉了。我看到闪电，那是听不到雷声。天气上热，加上季风转向，吹着充满水汽的南风，变作发生死难的气象条件，嘛互人留下印象真深的自然奇景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